境外消息来看到，对2018年到打，大约有4000项的药品退出健保，主要原因是因为其中有超过一半连续5年都无人申报，而且还有别项的药品会当取代，对民众影响应该是真有限。不过药界是呼吁爱甲普拿疼、胃药啊食的，拢取消健保的给付，才袂有人定定去摕，根本都无食，浪费资源。就是这种会当舒缓大目症状的灵感目屎药品，对联点眼液，去年健保使用超过200万元，严格所传出今年底会退出健保改做自费，对此有药师认为，类似这种指示药品应该全面取消健保给付，才会当将有限的资源用在应该用的所在。健保不给付这一块，这种小病，其实民众到药局直接去跟药师来做咨询，来购买一些成药、指示用药，相对对健保的整个体制来讲，相对也是更好的。根据卫福部健保署统计，药品退出健保上大原因有超过50%是因为连续5年以上无健保申报量取消支付。另外，许可证过期无登延注销，厂商建议取消健保支付，甲无生产也是无数字达5年等原因。为2018年以来到达，已经有4000多项药品退出健保。健保核价太低的相关性不大，它主要都是厂商自己的营运模式的改变，或者制造厂的变迁，或者是说他觉得在市场的占率已经不高了。健保署强调，当药品过专利期，含药药陆续上市了后，继续就会讲。那有药品要退出健保，健保署也会评估替代药品影响因素等，佮加以应用。另外，药界提议，像普拿疼、胃药等指示药品全面退出健保，目前各界有关咧讨论阶段，还未达成共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